中国进前阁发动围台军事演习，外交部长林佳龙头一摆到日本伊避巡，讲到中国挖乌咱这个邦交国未来一定会去出手，咱方嘛有因应的措施，唔若要顾邦，搁爱英邦，适时推动这个元首的外交，建议赖总统爱赶紧的出去访问。当然台湾对稳固这10个邦交国的邦谊有信心，也毋过对中国行为嘛爱有戒心。 回到立法院这个熟悉的地方心情是很特别。5次空了后，林佳龙头一遍以外交部长身份到立法院报告甲备询。外交部更加讲，无排除中国会搁再无计成本用钱抢走台湾的友邦。今年底之前，有没有可能还会有邦交国对我们采取突袭式的断交？中共是一定会出手的啦。会挖我们的邦交国，所以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，做最好的努力。对每一个国家要稳固邦谊，也都有信心。但是呢，也必须对中共无所不用其极的作为有戒心。面对中国渐渐伫台湾周边海空域搁再军事演习，继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。外交部除了要让世界上计台湾，嘛要推动元首外交，建议赖总统访问友邦。元首出访不只是要去巩固邦交，还要繁荣我们的邦交国。不只是这一次的联合军演他们在造成新常态。两岸的问题不只是涉及两岸之间，它已经是一个区域性，甚至一个全球性的议题。外交部长邱泰源当地瑞士争取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，预认为未来对台湾大环境的挑战恐惊会更加严格，因为中国已经改用半硬软的策略。为台湾发言的国家，无论是数量或它的强度都比过去更强。台湾争取参加世界卫生组织，也是基于一个普世的价值，健康是没有国界的，防疫也是如此。外交部也透过影片向国际来发声，强调世界卫生大会未当无台湾，希望会当伫友邦和友好国家的帮助之下，拍开更加济国际空间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